再来看到今年的客家贡献奖特别报道，基本要少解释，揭出新潮奖的得奖人之一王荣乐。对头摆很容易文写作嘅年代，建全研究客家文史是唔是听过。以下最近高龄83岁嘅王先生，如是坚定的毅力，很用天涯挑菜经验，让丰富的文献考证写出来一篇过一篇客家出圈的文史记录，就希望客家唔会过度台湾史学古一摆嘅揭示。日本时代客家中北部是发生200大型的抗议事件，本国界动作强。王荣乐感觉其中有问题，韩国日本文献如动都唔错。为到求证，拜访巴兰界蔡天意，完成了一步用脚写出来的北部事件文史。最艰苦嘅哦，非常精神，非常大嘅话呢，係呢北部事件，完全是仿模呢。個簡單嘅那個日本人寫嘅也做參考啦，嗬。但係日本人嗬，佢哋嘅唔好嘅地方，比佢唔敢出啦，冇留下來啦。你看也個冇用嘅事。認為對台灣史動入興趣，王榮樂萬年會熟悉幾下8本嘅文史資料，屋卡就係日雜睇書庫。認為對特殊當中發現台灣史實資料多，同少有客家相關記錄，故受挑戰客家文史世界，甚至推翻當唔錯嘅舊觀點。客家人客家嘅名稱嘅來源啊，羅上人所講可能客夫而來啦，下向嘅發現啊。主羅人之啊，個客夫樣嘅安怎客夫呢？我以來嘅先來嘅人啊，唔係大想講客家人啊。小說萬物見嘅奇案怪殺係舊嘅興趣，做客家文史嘅研究係超過日切嘅使命感。生活簡單唔求財富，強調客家團結精神嘅王榮樂講，就算苦到何里度，要仍然為客家歷史清楚真相。客家新聞7分之周美涵新竹報道。